好，我一年都已經冇更新過影片啦。今日咧我就將會做就係菠蘿檸檬特飲。先有我哋日本嘅菠蘿汁，有一個香水檸檬，茶白刀一個碟同一個紙杯。先切咗檸檬先，哇，好大陣香水味。我哋咧首先，因為餐廳平時呢啲都要加30幾蚊嘅特飲啦，咁我今日做隻菠蘿檸檬特飲，會加埋少少茶底，加咗茶底，就開始加檸檬汁，之後咧。通常佢哋都會有啲果肉㗎嘛，加入我嘅攪滾，將佢分開攪滾。哇 ，OK 喎。佢有果肉，我會加而家落菠蘿醬。將呢個菠蘿醬夾佢，攞多啲鹽啊！之後咧，繼續切香水檸檬。之後你可以擠少少啲汁落去，之後你加入咗佢之後，就用攪滾呢度打篤檸檬，用支膠罐 hold 住。令佢唔好咁甜，大概 OK 啦。拎返出嚟先。之後開刀，開咗個刀插入紙杯先，開大啲，開咗啦。好好飲。希望大家下次